大家好，我係尹賢。咁今日咧，我就同大家講下引言嘅學法嗰啲目的啦。其實我嘅學法目的一定係同好多人唔同，因為大家相處嘅環境唔同啦。咁樣嚟講啦嚇，我認為你一定要理解到我哋學法可以帶俾你啲乜嘢，有咩好處，可唔可以喺生活度啊，或者喺工作啦，或者屋企啦，或者其他嘅事情有冇啲幫助？如果你諗唔清呢啲問題咧，我建議你都唔好去學法啦嚇，因為咁樣又浪費你嘅錢啦，又浪費你嘅時間，亦都浪費咗你嘅老師或者你嘅師傅嘅一啲時間。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嚇，引言本身從事就係一個玄學嘅一啲預測嘅方面嘅一啲工作，呢個當然係我工作之一嚟嘅啫。咁樣咧，其實我自己因為係玩玄學嘅，變咗就係話會經常思考個問題啦。例如我哋都知道啦，玄學好多樣嘢，包括我哋嘅易學方面嚇，預測嘅風水命理嗰啲。其實呢方面嘅，其實咁講，我成日咁講，呢啲只係知道問題嘅啫。解決點辦？你一定係需要法術方面嘅嘢去解決啊！如果唔係嘅話，其實喺易學方面你係比較難，你唔能夠講話你命入邊有乜嘢點解決，或者係我風水上有啲乜嘢問題我點解決？擺個嘢嗰啲都係，如果咁簡單咁啊唔使學啦，係嘛？睇本書就得。其實咁講啦，我哋知道易學方面咧就係知道問題，而法術方面咧就係要解決問題。我覺得我作為一種搞玄學嘅人，除咗知道呢個問題啦，咁我覺得解決問題都好重要，所以變咗我呢個就係一個我嘅學法好重要嘅目的啦。因為你唔能夠話淨係知道問題、發現問題，而唔幫你可以解決問題，所以學法能夠解決問題，呢個係我一個好首要嘅目的嚟嘅。咁第二點咧，我覺得咁我自己從細對道家文化咧就好有興趣嘅。自從我學咗好多嘅學啦，咁去到民間亦都揾好多個師傅，慢慢咧就會打開咗我嘅眼界。咁我對於唔同嘅門派、唔同嘅法咧，嘅淵源啊、傳承啊，或者佢嘅結構啦，或者係來源啊，或者呢個使用方法啦，同埋效果咧，我都好有興趣去研究。咁所以就話，我覺得學法佢可以俾我知道更加多嘅呢方面嘅嘢，所以我自己咧就會拜咗好多嘅師傅啦，或者係買咗好多嘅一啲法，同埋去民間啊，或者係我哋喺同行之中多啲去交流，咁樣咧對我哋嘅法術咧會形成一種更深嘅一種認知，咁變咗自己學法會學得明明白白。呢個係我覺得好重要啊！如果你話學法學到自己都唔知學緊乜嘢嘅，咁我覺得呢樣嘢好可悲。當我學咗好多法之後咧，咁其實就係一個好重要嘅，我認為一個係實踐嘅過程。即係意思，我哋學完法之後就一定要運用。咁運用咧會出現產生就效果問題。咁我哋要驗證呢個效果係咪先？如果唔係嘅話，得個講係。例如好似我等入預測入邊啦，有好多例如醫報啦，或者係請神啦，或者我哋醫病中嘅一啲叫無藥療法啦，或者我哋學法入邊嘅叫通靈傳授啦，呢啲方式方法咧，佢係喺我哋大量嘅法術當中都會運用到同體驗到呢種效果。但係我覺得我學完之後一定要去修煉去運用，咁樣我覺得而體驗到呢種效果，呢個係我學法嘅目的之一。咁我覺得第四樣咧就係話我哋學法其實一定係能夠去幫到人哋啦。我既然掌握咗咁多嘅法、咁多嘅技術，咁一定係去響處理人哋問題或者自己啦，或者人哋嘅問題嗰時候，我哋能夠施展唔同嘅法術或者係同嘅法門啦，一啲特殊嘅嘢咧，去解決對應嘅問題。呢樣嘢係我覺得十分之重要，亦都係我哋學法應該係最大嘅一種目的，解決問題。當然啦，其實咁樣講啦，學法每樣嘅目的真係唔同。我淨有一個我自己好特殊嘅一種目的咧，就話我自己相信我自己係有使命，
因為呢個世界個上天祖師爺俾咗咁多嘅法，佢唔係叫我攞嚟還佢，其實佢係要我做一啲嘢，咁樣咧，我覺得呢個係我最大嗰種目的。咁有時間咧，我哋會向專門一個視頻入邊去講下我最大，即係對於學法嚟講最大嘅目的其中之一。咁樣希望我早日分享到，讓大家知道野隱賢點解要學咁多嘅法嘅真正目的係關注野隱賢呢個對玄學深刻理解嘅老師。